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已经提出和平计划，和伊朗提议停战1个月。不过，伊朗的军方是随讲根本都无甲美国谈判。中东战争造成石油起价，石化产品塑价也对得起。经济部表示，是已经甲石化店大厂协调，暂停外销，约定过来。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二是裁定社群公司 Meta 无保护囡仔，要重罚3亿7500万美金。Meta 讲会上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当时表示讲，已经提出一份15点和平计划，和伊朗提议停战1个月。Trump 是佮讲，这伊朗是已经同意讲，永远袂佮发展核武器。不过，伊朗的军方是随讲，因根本都无甲美国谈判。不过，伊朗也宣布讲，只要毋是敌对的船，就会当安全通过荷姆兹海峡。中东战争已经造成2000人死亡。美国为着要让代志转好，已经透过巴基斯坦交予伊朗一份15点的和平计划，提议双方停火1个月。15点内底大多数拢是甲限制伊朗的核武，也是国防的武器有关系。那准讲同意美国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美国总统川普随伫咧白宫甲大家讲，伊收到一个大礼物，是甲油气有关系。It was a very big present wort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And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that present is, but i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prize. And they gave it to us, and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give it, so that meant one thing to me, we're dealing with the right people. Is that nuclear related? No, it wasn't nuclear related. It was oil and gas related. 这份礼物敢是伊朗要让步啊咧？伊迄阵虽宣布，阮船毋是敌对的船只，会使安全通过荷姆兹海峡。毋过是爱无参加嘛无支持对伊朗侵略的船只才会驶过，而且袂使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毋过伊朗的革命卫队态度悠然打正的。Hey Trump, you are fired.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is sentenc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o this matter. 毋过伊朗的军方是用川普迄句 "You are fired" 甲口舌倒转去，嘛否认甲美国有正式的谈判。面对即摆局势，美国要来增强未来伫中东的行动能力。五角大厦估计伫1礼拜内会部署3000位到4000位陆军征略第82空降师的官兵去到中东。这支部队内底有快速反应部队，会使伫18点钟以内快速反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塑胶用品的主要原料是石化原料，所以讲中东战争也造成这塑胶产品的价格对得起。袂少讲金百货这塑胶落啊是已经卖了，后这水果行是大告是讲，因为塑胶落啊欠货，呼吁人客都爱家己揸落啊来。经济部是表示讲，已经甲石化大厂协调，暂停外销，先供应咱国内。因若中盘商若是囤货差价销，都会开发。去到国内连锁五金零售通路商的门市，五金通路内面定看到的 PVC 水管、国民生用品塑胶落啊，即马都要好运才买得到。因为中东战事影响石化原料的供给，塑胶相关制品是出现抢货潮，业者讲进货成本早就大起。近期进货成本也有所调涨，那整体涨幅大概落到20到30%。那目前厂商因为价格幅度太高，有些厂商已经无法出货。五金零售通路业者讲，这波塑胶原料起价，防冲击的用品是包括塑胶管、建筑材料和汽车零件，拢面对起价压力。另外一间国内的连锁五金生活百货店，伫塑胶制品区，平常时就真侪人买塑胶落啊的 size， 大多数拢红烧了，还有数购嘛一堆人在抢。在未来呢，整体成本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将是市场的状况跟市场成本的变动，然后在相关的商品价格上做同步的调整。这波塑胶落啊的抢购潮，毋但是民众无好买，嘛冲击到水果行的业者。因为人客来买水果，拢爱用塑胶落啊内底，但是业者嘛讲，塑胶落啊毋但是欠货，价上嘛起啊。因只好伫门口大海报，呼吁顾客家己准备环保落啊，还是中好使用塑胶落啊。厂商就是有通知我们大家说，如果那个塑胶袋能够大家能叫就先叫起来，后面叫货不方便。等那个时候就大概有涨25%了，不到1个礼拜又再叫货，又再小涨一点。针对石化原料的供应，经济部讲，目前石化原料的大厂已经暂时停止输出，会优先供应国内有含顶油的厂商联络，会供应，但是量可能较少一寡。若是有下游的业者提无原料，因会倒协调。我们发现有一些比较这个中盘的这些经销商，有一点点在心态上面有点延缓出货，或者是在做囤货的现象。我们要在此呼吁，
上游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好，虽然价格上涨，但是大家不要有预期的这个心理，这样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经济部产发署表示讲，希望大家莫有机心理，不会造成市场的特殊规的乱气。若是有违法囤货的情形，经济部嘛会来做查处。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中东，罗西亚也继续咧轰炸乌克兰。24点钟就派要1000架无人机，尚无造成8人死亡。连这世界遗产伯纳丁修道院嘛受损严重。而且这乌克兰甲美国是顶礼拜才打和平会谈，罗西亚就大规模轰炸，共下面子。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这罗西亚根本就无意愿要停战。无人机拍到建筑物发出真大声音，迄野古高烟随冲出来。二是罗西亚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空袭。伊讲透早先是用392架无人机进行暗示的袭击，随后日是增加发动550架次空袭。24点钟内底发射将近1000架无人机。即摆连离战场较远的西部城市拢真侪攻击目标。位伫利维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也就是伫17世纪初期来兴建的伯纳丁修道院也互攻击，民众是惊到要死。Руки трусились, ноги трусились. Це дуже до цього не можна звикнути. 罗西亚伫24的空袭范围包含乌克兰全国，79个城市拢遭受攻击，亲像西部的利维夫、特诺皮尔甲伊凡诺法兰科夫斯克，各地真侪所在徛家病院甲能源的基础设施拢受损，也有死伤的消息。位伫中西部城市温尼察，真侪建筑物导火烧起来，消防队是四处拍火。伫国际社会焦点伫中东战事的时阵，罗西亚对乌克兰发动最近上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部分的国家放宽对罗西亚的制裁，等于是变款来鼓励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Масштаб цієї атаки свідчить дуже чітко, що немає у Росії наміру реально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цю війну. А якщо врахувати, що Росія ще й допомагає іранському режиму. 乌克兰甲美国代表团伫即伫佛州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尽管罗西亚方面并无出席，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议员发文章讲会议有建设性，讲离这全面和平协议更加进一步。结果罗西亚后来就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敢若对美国甲乌克兰会谈释出的和平信号泼冷水，也有外界怀疑罗西亚订回谈判的诚意。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但被国会大选摕到上侪席次的是现任的总理弗瑞德里克森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摕到84席，不过这算是因120年来上届摆的成绩，招牌无过半。这未来若是要做联合政府，恐惊就会真艰难。上届关键呢，就是中间派温和党的14席，做落来是要挖向倒一边。但被国会大选的结果出来啊，现任总理弗瑞德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对顶届50席是落到38席，伊的倒牌阵营伫179席的议会内面是摕到84席，无过半，但是同款是多数。右派政党是77席。弗瑞德里克森强调讲，伫战争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社民党的得票率落4的百分点已经无算是伤歹啊。Vi rækker ud efter ansvaret, også når det kommer med en pris. Det har vi altid gjort, og det vil vi blive ved med at gøre. Og jeg er fortsat parat til at påtage mig ansvar som Danmarks statsminister de næste 4 år. 弗瑞德里克森甲即摆的大选是提前几个月，希望家己对介宁兰和乌克兰的问题展现强硬的立场，会当替选票来加分。不过右派是批评讲，伊对生活成本大起、饮用水源和农业网水污染这大种问题是完全无关心。左派是不满伊的移民政策太过严格，头前后壁拢是敌人，和社会民主党摕到超过1世纪以来上歹的成绩。极右派的丹麦人民党变作大乌马，支持率到9.1%，连穆斯林移民和取消汽油税政见，是吸引大量对现状真不满的选民。begreb, der hedder erhvervslivet, som har gjort os stærkt. Der sidder nogen deroppe og taler om formueskat, og skal vi ikke gøre det sværere at lave arbejdspladser i Danmark? Hold op med det. 但要续落来，就要进入爱几礼拜，甚至搁较久的联合政府谈判。中右派的自由党党主席、现任国防部长普尔森已经表态，无愿意合作来组阁。现任倒右派大联合政府无法度继续落去。目前的关键少数都变作伫个前总理、现任的外交部长拉斯穆森领导的温和党遐。拉斯穆森已经公开话话，要求弗瑞德里克森放弃对福建人扣财富税的倒派福利政策。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今年年初，葡萄牙国会议员提出6项甲台湾相关的议案，当中也包含伫咧台湾设代表处。下党派议员就强调讲，咱台湾的民主价值也有真侪重要性。公司国际记者陈文静、陈希伦进入葡萄牙国会采访这个提案的优待议员，咱来看因的采访报道。欧洲许多国家在台湾设有代表处处理双边事宜，而葡萄牙在台湾还没有代表机构，就有议员在国会提出议案，希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以及设立代表处。提案虽然没有通过，但已经展现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台湾é uma democracia consolidada, parceiro econômico estratégico, ator central nas cadeias globais de valor e país com o qual a União Europeia aprofunda relações de forma clara e assumida. 包括自由倡议党在内今年1月，葡萄牙各党派拢总提出6个关系台湾的议题，这是最近几年台湾议题头一摆伫葡萄牙国会上提出来讨论。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Portugal to be represented in Taiwan because, again, the semiconductors industry, the education approach that you have, those thing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be present, to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an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tugal and Taiwan. So it's common sense, pure common sense. 优待议案经过议会投票，因为多数议员各如中国压力，拢做着否决。不过台湾的关注度已经明显提升。我们非常感谢为我们提案的政党，还有在这个全会讨论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发言支持由我的国会议员借由这一个提案。国会议员的呼吁它可以让更多人去注意到台湾的议题，进而去思考。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台葡关系的推进都是有帮助的。The original name of Taiwan was Formosa,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rds in Portuguese. We'll insist. That's what we can do.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but we can insist. That's our part, and we'll do it in the future. 继续伫欧洲各国陆续伫国会讨论优待议案了后，葡萄牙也已经行出第一步。公司国际记者陈文静、陈希伦，葡萄牙李书芬报道。对咱台湾愈来愈友善的，也佫有捷克。2006年，捷克的参议长韦德奇又佫按算6月来访问台湾。不过，捷克的媒体是报道讲，共迄个时间，总理巴比斯是按算要访问中国，外交行程恐惊也有真侪变数。Wash Taiwan. 第一日欢迎讲华语专场的位拢徛起来拍扑架，捷克参议长韦德奇2020访问台湾时阵的演说，大家学到甲的得志，让了6档，传出韦德奇佮计划要来到台湾，时间可能伫咧6月初。I think in times of growing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Czechia and Taiwan should really cooperate, support each other. 不过，捷克的媒体报道，捷克的总理巴比斯当咧考虑要访问中国，时间可能是甲韦德奇访问台湾的时间同款，嘛增加外交布局的无确定性。目前捷克政府想要扩大他们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捷克跟台湾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任何的破坏。Vizchil 要来台湾，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明捷克跟台湾的关系维持稳定。深化伙伴关系，行政院长邓凯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致辞的时阵嘛特别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真侪重要的场合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反对武力威胁等等，表达感谢。希望台日双方未来的经贸合作交流能够更为热烈，而且我们在体育交流方面也非常有成就。这一次我们都没有能够在 WBC 达到很好的成绩，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再向世界体坛进军。本来でありますと WBC におきましては引き分けが一番良かったんであ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ですね観戦されたことを国民よく注目しておりました。卫定会长嘛进一步表示，即马国际局势充满无确定性，台湾伫咧自由、人权也个法治方面的表现，国际拢正肯定。伊嘛继续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也个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的国际组织。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齐春英是去互检方指控讲，长期配合中国介入选举，佮用伊有动员中国籍配偶的能力，要甲这国内政党讨要做不分区的立委。即阵法院是裁定讲继续羁押禁见。慢慢行入警备车，伫我通头前的是齐春英，在去互一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了后，互裁定继续关押禁见。徐小姐会后悔吗？会觉得委屈吗？江苏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伊互检方指控，甲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张金明这人涉嫌受中共的指示助选，伫民国111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也搁113年的总统大选，替外文贴甲黄珊珊徛台，涉犯反渗透法这的罪嫌来起诉，被检察将当来量刑。不会说老公给我们钱啊什么的，这个该讲的我就讲，检察官要起诉，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那就只能够到法院讲了啊。检方起诉2个人，受中共民政部甲民叫上海市委组委会官员指示，毋若协助助选，更加向中共表示忠诚，涉嫌长期配合搜集国内政情，监控举报中配伫台湾的言论，借此得到统战的红利。检方进一步指控因讲有动员中配能力，向国内政党讨讲要伫无分区立委的席次。任何一个国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权益应该我们要予以保障哈。在没有确定判决之前，应该都是以无罪推定的这一个基础来断定哈。齐春英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也捌互党内提名列做无分区立委，均互检方起诉，也互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起诉内容是政治的语言，毋是法律的语言。强调齐春英当时是伫真侪人的初选中选出来，莫互司法变做执政党抹红抹乌在野党的政治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华东防卫指挥部今日透早伫咧台东的太麻里火破实弹射击。风声讲是有美国的人员在场观察，国防部长郭立雄无详细说明。另外，副总统萧美琴是伫咧美国十国论坛录影发表谈话，强调台湾甲美国是真正国防产业伙伴关系。4台 M60A3 战车开入太麻客场，向加上敌军伫海堡顶的战车发射火炮，将准打击画面真震撼。命中目标。这摆操演为了增加实战化元素，特别将主要的战车作为射击目标，模拟想要登陆的敌人，那互官兵体验瞄准实车甲传统标靶无同，也感受击着了后造成敌军损伤的真实感。咱伫下当近距离看到战车发挥的强大火力，需要参观的民众看甲心神。亲临现场，所以比较有震撼感，这样。我觉得训练非常的精实。国军华东防卫指挥部伫台东太麻里海堡实施115年正义操演实弹射击演训，甲105榴炮战车、装甲迫炮车甲机枪，数十种重型武器车辆，变成密集火力进行演训，验证官兵为占领阵地到空中参地面协同作战的能力。因过传出现场有美国军官在场观察，和台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更加引起关注。炮演是属于我们逐步在推动这个实战化训练的目标了。那至于相关有美方的人员在场与否，让台美之间一直在有进行紧密的交流。强化自我，防卫连线，副总统萧美琴受美国国务次卿海伯格邀请，以录影方式出现，伫美国国会山庄甲十国论坛发表谈话，聚焦台美国防产业伙伴关系。Our defense spending continues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with a strategic focus on asymmetric systems, autonomous platforms, sustainment, and resilience. We are accelerating force training and civil defense preparedness. 萧美琴表示，美国国防授权法新增条款支持双方共同开发无人机，甲管制无人机系统的能力，代表台美已经为传统的美美关系转为真正的国防产业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陪审团24裁定，全球上界大社群公司 Meta 伊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甲 WhatsApp 这寡社群平台是无保护囡仔，莫去受到性剥削甲人口买卖这寡内容的侵害，要甲伊重罚3亿7500万的美金，和代票是120亿。过去根据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的保护条款，科技公司是毋免为着社群媒体顶头的内容来负责。
不过，新北市高州的检察官是表示讲，这Meta高层早就知影讲，因平台内容是有风险的，所以误导大众讲因的这产品是安全的，而且安全措施做无周知，甚至甲公司的利益排伫咧第一，甲这平台功能拢设计做，互这用户甲买好调。Meta 对这个判决是表示遗憾，讲会上诉。这个案件恐惊也会成做一个指标，牵动真侪社群网站食到这款类似的官司。经过3年的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第日是做出重大裁决，认定全球上大的社群网络公司 Meta 旗下的社群平台，包括 Facebook、IG 和 WhatsApp 等等，无法度有效保护囡仔莫受到性暴力和网络招揽贩卖人口等等有害内容的侵害，已经违反新墨西哥州的无公平贸易行为法的部分条款，拢总有几千项的违规行为，各项违规上悬罚$5000，拢总加起来是3.75亿美金，差不多代表有120亿这么多。It's hard to put a number on people that potentially harmed or kids that were harmed in all of this. So 5 was kind of like, if that's the top tier that we're allowed, then I think each kid is definitely entitled to that maximum amount. 新墨西哥州的检察总长托雷斯在2023年的诉讼书内面讲，Meta 明明知影透过演算法向用户来推播广告和相关内容，会造成青少年大安的调调，而且或者在性强夺者伫遮犯罪。但是 Meta 的高层早就知影这个平台内面有藏危害囡仔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所以选择去插内部员工的真侪摆警告，甲公司的利润放伫安全的顶悬，持续甲公众讲白贼，误导用户安全资讯，而且暗砍实情。为着要调查这个案件，新墨西哥州的检察官是透过本地建立一个13岁少女的假小号，结果发现这个小号随着有大量的儿童性虐待的相片和性信息传入来，认定指控是真的。但Meta对判决是表示遗憾，而且会阁上诉。I don't believe they're doing these things to intentionally harm children and like they want that to happen. But it was the point of that they still know that it's happening, and yeah, they're doing things to fix it a bit, but I really do think they could be doing more, and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对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案件会予大众看作是美国第一波针对社群伤害儿少的指标性判决，将有可能会引发刷落来针对 Google 的 YouTube、TikTok 和 Snap 亲像这种的诉讼条。另外，针对社群媒体的限制，英国政府是招募300个青少年参加3个月的社群媒体限制咨询计划，要对无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内面找出适合的政策。因为英国政府等待建议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也是使用特定的社群平台，而且实施数位宵禁，都是限制青少年在半暝的时阵使用社群媒体来保障因困眠的品质。另外，低压音和网页内面的无限触动和自动放送功能，才会开互因调调的设计，有可能关起来。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法国工会也通过类似的法案，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是全世界第2个推动类似禁令的国家，头一个是澳洲。不过，法国国内因对这项禁令的意见是天差地，做伙来看。法国的下议院国民议会以130票比21票，用绝对的优势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甲囡仔使用社群媒体，这做伫澳洲了后第2个推动小相禁令的国家。Le constat est sans appel. Nos enfants lisent moins, bougent moins, dorment moins, se comparent davantage. 这项法案会禁止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TikTok 等社群平台，有这款功能的其他性质平台也拢袂当。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社群媒体是青少年出现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所以希望推动这项禁令。上好是伫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的时就上路。不过，真侪法国青少年对大人的想法是无啥要信到。Well, now I'm already 15, but I guess I'm gonna be pissed off because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necessary to do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everyone enjoys having social media, and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forbidden for anyone. Like 13 or 14, I think it's old enough, way old enough. Il faut protéger nos jeunes et nous aussi évidemment, mais il ne faut pas non plus que ça aille dans une diminution de l'accès à l'information pour les jeunes. 有民间团体认为，直接禁止囡仔使用社群媒体做法上过极端。凡是更较好的方式是先要求平台负责任，家己审查内容。不过有真侪研究发现，社群平台可能出现的暴力内容、网络霸凌、甲性犯罪，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明显的影响。
也若要安怎保障青少年吸收新资讯的权益，又搁要保护因无受危险内容的侵扰，这是各国政府爱面对的难题。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